啟12。感謝你翻開呢一本手冊，無論你係為咗自己嘅腦健康而嚟，定係為咗幫助家人、朋友或者你嘅患者，你拎起呢本手冊嘅時候，你呢個動作本身就已經係重要嘅開始。因為喺腦健康呢一件事上面，最大嘅風險唔係衰老，而係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你現在手中嘅正係一份可以幫助你哋行動起嚟嘅指南。腦體重啟12 Brain Body Reboot 12，簡稱 BBR12，係一套為期12週嘅系統課程。佢融合咗現代神經科學、老年醫學、生活方式醫學同埋傳統中醫整體觀。呢個手冊係我哋 BBR12課程嘅完整科學循證讀本。佢唔係一般嘅養生小冊子，亦都唔係一份簡單嘅運動清單。佢係一本從頭到尾用研究證據講話嘅工具書，為課程中嘅每一項評估以及各項訓練同埋干預嘅方法提供詳盡嘅科學依據。好多人喺面對腦退化、輕度認知障礙或者年齡相關嘅功能下降嘅時候，最大嘅困難並唔係唔知道要重視，而係唔知道應該從邊度開始。網上面資訊好多，但往往分散片面，甚至互相矛盾。有人只講補腦嘅食物，有人只推健腦遊戲，有人只強調運動，有人只係講中藥或者保健品。結果係真正需要幫助嘅人，常常越睇就越亂，沒有一個清晰嘅目標，越做就越冇方向。BBR12希望解決嘅正係呢個知道重要，卻唔知道如何系統開始嘅問題。呢本手冊將帶你一步一步建立對腦健康嘅整體理解，包括大腦唔同功能區域點樣分工，以及記憶、注意力、平衡與動作控制嘅基本原理。為什麼血糖、血壓、睡眠、情緒、體能、感官功能同埋社交功能都同呢個腦健康密切相關？為什麼課程要先做基線評估，再進行個體化干預？每一項測試工具嘅用途、適用場景、有效性、局限同埋結果解讀方式，如何利用數碼工具同人工智能輔助訓練，追蹤變化、養成習慣、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同干預依從性。如果你去健身房，你會留意到每一台機械旁邊都清楚咁標示呢一台機械佢訓練嘅係邊一種肌肉。訓練之後，你也確實能夠喺嗰組肌肉上面感受到酸脹或者係力量嘅變化。BBR12嘅設計邏輯同此相似，課程中嘅每一項評估工具嘅訓練方法都源自臨床研究中被證實能夠有效咁樣激活特定腦功能嘅干預策略，因此都會清楚咁樣標示佢對應嘅功能目標，譬如講係記憶編碼、注意力維持、反應速度、動作協調、下肢力量、平衡系統，定係睡眠品質同情緒穩定。當你清楚咁知道每一項嘅練習練嘅係大腦同埋身體邊一個環節，同可以解決咩問題，你就更容易理解訓練過程中出現嘅變化，亦都有信心同埋動力堅持落去。呢個唔只係一本教你做乜嘢嘅手冊，而係一本幫你理解為什麼這樣做和如何養成習慣嘅科學讀本。咁點解你可以信任呢一套課程呢？嗱，首先呢套課程係由我自己本身主持同埋設計並主講嘅。咁我背景呢，就係神經科學嘅博士，亦都係註冊中醫師，擁有超過40年嘅臨床同埋研究經驗。咁我長期呢，就係致力於中醫、神經科學、針灸同埋健康管理學相關嘅研究同埋臨床工作。
持續探索點樣可以用可以量化、可以證明、更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同埋實踐嘅方法，將傳統嘅中醫嘅整體調理理念結合現代腦健康管理連接起嚟。近年更進一步善用人工智能同埋數碼科技，開發出包括舌診篩查糖尿病、觀舌辨識等10多項自我評估工具，創立咗 EasyBot 健康管理平台，讓使用者能夠更方便地收集健康資訊、辨識健康風險、追蹤變化趨勢，並據此制定更具體嘅個人化干預方案。更重要嘅係 BBR12 課程係建基於近年來重要嘅國際臨床試驗上邊。Finger 研究，芬蘭響2015年率先證明多領域嘅生活方式干預可以改善高風險老人嘅認知功能。SMART 試驗喺美國2023年進一步證明個體化嘅風險管理同樣有效。US Pointer 試驗喺美國2025年首個大規模嘅臨床試驗，證明針對多重風險因素嘅結構化健康生活方式干預可以保護多樣化社區人群嘅認知功能，即係話唔係局限於某一種嘅社區人群。最後係呢個 Active 研究20年隨訪，響最近美國2026年嘅研究顯示，處理速度訓練配合強化訓練，響20年之後發現更低嘅失智診斷風險。呢個係目前認知訓練領域最長嘅追蹤研究。BBR12 並非對上述干預方法嘅簡單重複，而係我本人基於中醫整體觀所獨創嘅一套精準個性化嘅賦能系統。佢既承襲咗科學研究嘅嚴密設計邏輯，就係評估先行、多維干預、中期修正、終點復評，又融合咗自主健康賦能同埋中醫養生習慣建立等核心元素，讓學員能夠即時得益，更加可以終身受益。需要特別講明嘅係，呢個手冊目的係提供健康教育、風險管理同埋課程配套嘅參考，佢唔能夠取代醫師嘅診斷或者神經心理評估或者其他正規嘅醫療服務。如果你或你嘅家人已經出現咗明顯嘅記憶惡化、定向困難、日常功能下降，或者係情緒異常，或者其他令人擔心嘅症狀，應該及時尋求合資格嘅醫療專業人員診治。接下來嘅內容將為你系統咁梳理 BBR12 背後嘅科學基礎同埋實踐邏輯，希望你唔只係讀完一本手冊，而係真係建立一套可以落地、可以持續、可以幫助自己，亦都可以幫助家人嘅腦健康管理方式。而家就讓我哋一起開始呢一趟腦體重啟嘅旅程。